別動，放下。我喜歡你簡單、暴力，還有那麼一點點小潔癖。大哥，你是誰呀？咱有什麼話好好說啊。如果沒什麼意外的話，像你這樣的女漢子心裡，總會有一位小姑娘。我心裡也有一個小男孩，而且一直在收藏你的心。闪閃，怎么是你？吓死我了！你这什麼意思啊？也許走的地方越多，膽子越小了。我一直想鼓起勇氣向你表白，可是我又不能接受你嘗試走婚的這種戀愛模式，所以我就一直在收藏你的作品。是的，今天我終於鼓起勇氣，我要向你表白。妹妹，我跟你說啊，我今天还有很多作品，都非常的有創意，到时候你一定要去看，好嗎？妹妹，我很喜歡你的作品，大膽，極致，而且有一種邂逅的感覺啊。David，你很優雅，是，你很性感，你很爺們兒，很多女生都非常的喜歡你。那太好了。David，別那麼大的勁兒，我有要緊的事兒跟你說。David，別動，別動。對，就保持這樣，別動，很好。David，你是一個非常好的人，也是一個非常有品味的人。